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就嚟介紹清湖站嘅車站指南。上集介紹完清湖北站，今一集就到清湖站啦。咁清湖站車站指南封面色系就用藍色為主啦。咁有啲山同有啲水啦。咁左邊呢份呢就係2012年6月嘅，右邊呢份呢就係2025年12月嘅。咁係啦，呢個就係比較舊版嘅車站指南。咁呢兩份都相隔咗13年度噶啦，13年半，13.5年啦，可以咁講。然之後嗰個以前舊版咧就有個紅框框住嘅，咁之後會插播呢份24年12月啦，咁呢份就冇個紅框框住嘅，咁舊版有啦，咁有 MTR 港鐵深圳心繫生活每一程，然之後嗰個網址嘅，咁而家冇咗啦，咁呢個嘢咧就變咗 MTR 港鐵搬咗右上角嘅，然後心繫生活每程就都係搬咗去啦。然後清湖站嗰個字咧就係搬咗左邊嘅，然後更新翻條底線啦。咁打開第一頁咧，就好唔同嘅。咁以前嘅公司介紹啦，同埋呢個多啲唔同啦。然之後嗰個呢邊冇二維碼嘅，咁而家有啦。然之後呢邊嘅電話號碼冇改到啦。然之後嗰個以前咧，呢件係好得好少車站嘅。以前嗰個2號線咧仲係用黃色標示嘅。佢得1、2、3、4、5，當時得呢個應該5條線嘅啫。你見到呢度得5條線嘅。咁而家咧就有13年之後咧就發展到咁多條線。大家睇睇。然後咧我哋就用翻呢個24年12月作一個對比啦。咁比較近代啲，好容易睇，咁咪好多改變有排講。然之後呢個字就變咗呢邊嘅。然之後未開通嘅站點就如下啦。然之後個車站資訊咧就擺咗喺後面位置圖嗰邊嘅。然之後我哋直接睇呢個街道圖啦。街道圖最一開版咧就係好似空空如也嘅。然之後就變咁啦。然之後就變咁嘅。呢個圖例咧就係呢度啦，變咗呢條嘢嘅。有4號線嘅路線軌跡啦。然之後有 A、B、C、D 嘅出口。然之後呢度有呢個清湖嘅輕軌站啦。呢度啦。清湖站係可以轉乘呢個龍華輕軌嘅。就地標啦。一開始呢個版本咧就地標得一個嘅啫，就得呢個美麗365花園嘅。呢個地標咧好幸運地咧，到而家都可以幸存咗喺度嘅。一開始得一個地標啦，然之後發展成咁多嘅地標。呢個新版嚟嘅。首先咧就好多改變啦。然之後學校嗰個位置喺度好多都倒掉咗啦。首先咧，公共服務及設施啦就加咗呢個中國銀行嘅。然之後就呢個刪去咗4同5嘅。然之後就文娛及購物咧，以前冇嘅而家加咗啦。呢幾個嘅，包括呢個聖龍時代廣場、星光城、TT Mall、益田假日天地、三拱公園同埋東和街心公園。其實呢個咧就搬咗去文娛及購物呢度嘅。學校方面咧就呢個好長嘅咩深圳市龍華區清泉愛國語小學啦。呢就冇咗個咩深圳龍華區啦。然之後就後面括住就小學部嘅。然之後住宅咧就喺呢度嘅。大家睇睇啦，住宅喺呢度。美麗365花園喺度啦。東和花園啦。然之後嗰個富全新村啦、佳和苑啦。然之後呢個富茂新村咧就變咗冇咗嘅。然之後幸福城喺度啦。
然之後富聯一區就咩富聯新村一區啦，然之後呢個國際大廈咧就擺咗喺下面嘅呢個主要大廈度嘅，然之後呢個加咗呢個盛景潤富啦，同埋呢個福茂生村嘅。然後就啱先就講咗加咗呢個主要大廈啦，然之後商鋪方面咧就係改咗呢個體育彩票咧就變咗中國體育彩票嘅，加咗中國隻字喺後面啦。然之後就睇位置圖啦，位置圖咧俾大家睇埋舊版嘅位置圖啊。以前舊版咧就係咁嘅，咁以前清湖站就係終點站啦，所以兩邊都係往福田口岸嘅，同埋得4卡車啦。咁而家多咗幾卡車嘅。然之後呢度就係呢個往福田口岸啦，然之後呢邊就往牛湖嘅，咁呢邊都一樣啦。咁其他咧就係 CDAB 都係一樣，係有呢個4個大出口嘅。然之後公共汽車站擺咗呢度喎，以前應該都有個公共汽車站喺度嘅，咁大家睇睇啦。咁一開始個版本都有呢個公共汽車站嘅。之後就睇翻呢個位置圖呢度，呢度就好似加咗個升降機喺度嘅，以前好似冇呢邊升降機嘅。咁其他變化就唔算太大啦。好，然之後就直接睇呢個車站資訊啦。車站資訊方面啦，好多份啦。然之後個清湖站啦，咁啊開站時間咧就係以前咧就6時20分嘅，咁然之後再早28分鐘。係早咗28分鐘，咁首先係早咗8分鐘啦，然之後再早咗早咗20分鐘，然之後關站時間咧一開始係2342嘅，咁然之後就到凌晨29分啦，然之後就冇變過嘅。咁往福田口岸首班車咧就係一開始早上6時30分啦，然之後就到呢個6時22分嘅，然之後到而家咧就係6時02分嘅。咁尾班車方面咧，一開始就11點啦，然之後就11點18分，然之後就冇變過嘅。咁往牛湖方面咧，咁以前就冇啦，因為以前就到清湖啫嘛。咁往牛湖方面咧，就係由呢個6時40分都冇變過嘅。咁首班車冇變過，尾班車都係冇變過嘅。咁往龍華方向咧，就係都係冇變過嘅。好啦，所以今日集嚟介紹呢一份嘅清湖站嘅車站指南咧，就到此完畢啦。我哋下一集將會嚟介紹龍華站嘅車站指南。好，咁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